2位哦，可能2位，对，都没有。他们现在到3楼，很多媒体去看那个证件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电梯下去。就这边就好了。点赞，好，这边。先去呀，好，来。加油！麦，加油！麦，辛苦！加油！辛苦！我们要邀请阿修党兄啊。加油！我在地各个环保团体拢来加油！我刚听讲啊，对，准备摆来，我也来讲。一定要解决我们大林埔的这个市长这边来转正面一下。加油！我们邀请迄个市长，我邀请您8月9号吼，会使来参加我们的游行。市长，我们转过来，转过来一下吧，转正面好了。对，这个是城市热岛效应，所以咱今晚好的是进入气候紧急的状态。好，咱一起喊个口号：气候紧急，气候紧急，然后那个齐迈最行，好不好？气候紧急，齐迈最行，气候紧急，齐迈最行，气候紧急，齐迈最行。好，谢谢辛苦。新闻今天也没有听到更多的那个环境证件，谢谢。市长，我们要关心树木，关心城市树木，拜托。好，谢谢。来，麦加油！那摄影要不要先往上？大家喊动算哦，麦动算。不要走车道，不要走车道，走吧。那我们整个手势。今天的领带颜色蛮亮的哈。以前就常常带这条。我要签名了。好，谢谢。那边有这个。来了，我看。好，协同人员。不用就好。白色可以。后面小心。3楼有多美？早上是有特别准备，早上没行程。有，闭门练功，还是要准备一下。没有啦，没有熬夜。现在昨天行程又跑一堆，后来回去就赶快倒头就睡。早上稍微看了一下，把资料再复习了。因为这个其实过去都常常在证监会啊，那个那个一些村里座谈就常常在谈，有一些政策就以前在行政院在推动的政策，所以还可以啦。等一下就向2位候选人就教，向他们请益。好像有人要把矛头指向你。没问题啦，好，这个选举本来就是竞争嘛，好，政策辩论大家都非常欢迎，好，谢谢。我在脸书上有贴早上练习的情况可以看。好，谢谢。不用了，3楼抽名是现在。
敬爱的高雄市民、各位观众、3位杰出的候选人及发问人，大家午安。今天是高雄市第3届市长补选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承蒙各位在百忙中抽空观赏，本人仅代表高雄市选举委员会向各位表示感谢，也谢谢3位候选人及发问人来参加这场盛会。我是政见发表会的主持人梁建忠。首先介绍今天的监察小组委员谢国允委员、蔡永昌委员。在辩论开始之前，特别将进行程序及3位候选人需配合事项提出说明。第一阶段争论政见，由3位候选人依抽定的发言序号1、2、3的顺序，依序申论政见，每人5分钟。在时间届满前2分钟时，按铃1短声示意；时间届满，按铃2长声。候选人应立即结束发言。第二阶段发问人发问，由发问人发问1分钟，候选人就同一问题依序回答，每人5分钟。在时间届满前2分钟时，按铃1短声示意；届满，按铃2长声。候选人应立即结束发言。候选人回答顺序：第一问，由候选人依抽定的发言序号1、2、3的顺序依序发言。第二问，由候选人依抽定的发言序号2、3、1的顺序依序回答。第三问，由候选人依抽定的发言序号3、1、2的顺序依序回答。第三阶段结论，由候选人依抽定的发言序号3、2、1的顺序做结论陈述5分钟。时间届满前2分钟时，按铃1短声示意；时间届满，按铃2长声。候选人应立即结束发言。依据公职人员选举公办政见发表会实施办法规定，候选人发表政见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持人应立即制止，并不予播出。1、未使用本国语言；2、发表无关主题之言论；3、携带危险物品或有违背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之行为。现在我介绍3位候选人及发问人。抽中发言顺序：1、李梅珍候选人。大家好，我是李梅珍。抽中发言序号2、吴益政候选人。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益政。抽中发言序号3、
陈其迈候选人。大家好，我是陈其迈。第一位发问人，高雄市建筑师工会理事长郑纯茂理事长。第二位发问人，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理事长张来川理事长。第三位发问人，天主教圣公医疗财团法人圣公医院院长杨宜华院长。接着是3位候选人距离最近，也是最耀眼的时刻——民主之争、民主政治君主之争。现在请3位候选人移驾到台前，请候选人相互握手，彼此加油打气。先礼后兵，谢谢3位候选人，请护卫。现在正式开始今天的程序。第一阶段，政见申论。首先，请李梅珍候选人政见申论，时间5分钟，请发言。2位候选人，278万的高雄市民，荧幕前的所有关心市政的高雄市民，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有你用。市长选3号，幸福来报道。我是高雄市长候选人3号李梅珍。梅珍有3届市议员的问政及服务经验，年轻有冲劲。梅珍一直和基层在一起，最了解基层的需要。我当市长绝对无缝接轨，掌握市政节奏，让高雄不用再重开机，即刻再出发。梅珍的市政理念有4大主轴，分别是做好基本功。建设继续冲，减债加薪水，生活好轻松。现在就由梅珍来一一说明。第一个就是做好基本功，大家知道吗？民进党执政20年，在高雄花掉了3兆多的预算，最后还让高雄负债3300亿，这样大家能够接受吗？花了3兆多，高雄还是下雨就淹水。马路到处是天坑，公幼排队抽不到签，弱势及银发政策照护不足，民进党20年都做不好。各位市民，我们还要相信2年拼4年，还是2年摊4年呢？做好基本功，除了要延续韩市府团队的路平、灯亮、水沟通之外，梅珍进一步还要做好托幼、孝安、顾长辈。我未来要持续推动双语教育，增设幼儿园，落实校园安全，延续老青共居社会住宅、社区世代中心，让高雄成为友善银发、幸福育儿的宜居城市。第二个，我们建设要继续冲。高雄目前规划的新建的建设，从北到南有捷运冈山、路竹、林园延伸线、桥头科学园区，还有仁武产业园区、2街轻轨、捷运黄线、铁路地下化、205兵工厂迁建、亚洲新湾区的开发，还有大林埔千村、国道7号等10项建设，这些我们要确保如期的完工。同时，我们还要跟中央一起解决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等5项的这些5缺问题，加速落实中油5轻的转型，争取高屏第2东西快速道路。我们会强力的要求中央及早核定，让高雄建设继续冲。第3，减债加薪水。我刚才提到，民进党为高雄留下3300亿的负债，3300亿的负债，3300亿的负债。
因为很重要，所以我讲了3次。这是民进党留给我们高雄子子孙孙沉重的负担。苏贞昌院长说要给高雄4000亿，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只要他给高雄3300亿的把我们的负债打消，那我跟吴益政就可以不用选了，是不是？因此，梅珍提出市府减债、人民加薪的目标，最重要是修改财政收支划分法，把统筹分配税款的营业税分配比例由40%提升到50%。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加速调整产业的结构，吸引高附加价值的科技产业、服务业及期限型产业进驻。此外，我们要协助青年创业，就业有高薪，创业有资金，相信我们的北漂青年一定会愿意回乡，市民所得一定会增加。第4，生活好轻松。高雄是我们的家，我们要保护这个家的环境，丰富我们的生活。梅珍会做好河川保护、水质改善、生态保育、空污防治等工作，也会举办高雄 Style 的海洋音乐、特色路跑、温馨亲子、艺文表演、健身运动、休闲观光等活动，协助夜市商圈、文创商圈的发展，让所有住在高雄的人都能够生活好轻松。各位市民朋友，梦想要成真，相信李梅珍。梅珍是高雄的女儿，我参选以来受到很多无情的对待，但和民进党20年来为高雄带来的伤害，梅珍的侮辱算不了什么。我会为高雄坚强，加油！请吴益政候选人政见申论，时间5分钟，请发言。亲爱的市民朋友，齐麦、梅珍，还有3位提问人，大家午安，大家好。很多人都问我，吴益政你为什么要参选？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在这里，要解决极端气候，不管是大风洪风大雨、台风，或者极端的高温，现在都是常态。第二个是极端政治，现在的对立是台湾的一个恶流。第3个，贫富差距，中央跟地方市民之间也是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我要请大家市民朋友想一下，你为心内你把蓝绿放一边，你想一下，2年前你感觉民进党做了不好，换国民党，国民党又搁换落来，是安怎2年后搁爱换民进党搁倒转来？那假设安尼，你想看卖啊？安尼生活会较好吗？安尼生理、菜市市场、商家会较好吗？安尼环境、空气污染会改善吗？另外，在极端政治、网络的世界，我们本来是要让各种意见能够互相交流，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产生更好的公民社会。那执政者在操纵媒体，不是在宣传理念，是在打击异己啊！台湾社会现在变成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这种相对的一个极端的社会，现在变成我们社会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最近有拜访高雄，有几位宗教的领袖，其中有一位年岁已高，他担心执政者对异己的迫害，那种造成社会的不安、恐惧，让他晚上也睡不着觉。我想这种权威威权的时代，民进党在国民党可以感受，在党外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国民党那种威权的威胁。现在是不是民进党的，却感受到这样的威胁？像我们民主进步、开放这20-30年，怎么会倒退？所以说，我们这市民除了蓝绿之外，我们市民有没有更好的选择，能够有融合双方的机会？我出来就是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最好的选择。第二个，我出来另外一件事情，怎么解决贫富差距啊？作家沃尔夫写小说，他说要有自己的钱和空间，才能写好小说。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要财务独立，才有自由的灵魂。有了自由的灵魂，才有独立的思考。有独立的思考，我们才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主体性，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城市也是。讲得
讲到钱吼，大家感觉足粗俗哦，但是歹势啊，民众要叫政府做的所有代志吼，拢总需要钱，啊，这钱拢是咱百姓缴的，中央的钱嘛是由咱地方每一个市民缴的，所以我参加工会做座谈，今摆迄间无来派代表来去提这问题，是安怎安尼？老师会使领10个月尔，10个半月，是安怎安尼公约爱抽签，都无因为无钱啊！你敢知关系合并啊？按米拢啊，连一个菜市仔都无啊！路德连一个游泳池都无啦！市区嘛共款咯，我林家运动中心本来要起，设计了嘛无钱起啊！路平歹势，安尼预算做半年就无法度去起啊！这是咱高雄长大的问题。陈其迈市长吼，伫个造势大会谈话伊讲的吼，苏院长派4000亿的红包啊！我咧讲，哦，足侪钱袂歹啊！我来看卖啊，结果内底吼1900亿是台商讲有要倒来台湾投资，可能来高雄的金额的意愿，其中1400亿是进行的确定的，讲要黄线，啊，其中800亿嘛出800亿，按高雄更较散，更爱欠600亿，按高雄的负债上济个爱欠600亿了吼。啊，所以我这几工嘛一直请教按市迈兄吼，按讲高雄负债。这3300亿要哪解决？有讲到，嘛是报错报对，我们在玩咯。讲产业结构要转型，高科技要来投资，人民就会有工作，地方财政就会改善。那我要告诉我们的各位朋友吼，我们按照现在中央的统筹分配款，我们现在在赚多少钱？那个公式啊，就是2800亿，我们高雄市就是能够分到400亿左右。我们缴了1700、1900、2000亿，就是400多亿。那个公式是僵化的。今天如果找了很多人，我们还是会增加一点点而已。所以说，我们需要市民朋友，让我们重新来审视我们的极端气候、我们的极端政治，还有我们的贫富差距。请陈其迈候选人政见申论，时间5分钟，请发言。主持人、2位候选人。电视机前跟网络上的好朋友，大家午安。我想高雄在今年已经投了2次票，今年我们要投第3次的投票。高雄为什么现在在进行第3次的投票？是因为这2年来，高雄不仅没有发大财，高雄没有变得更好，反而越来越糟。我从几项的具体的指标来看，包括营利事业的销售额，过去都是逐年成长。但是韩市长上台之后，我们的营利事业销售额在去年却减少了1246亿。青年失业率也一样，过去逐年降低，但是韩市长上任之后，从过去的9.2增加到去年的11.3，到今年的上半年又高升到12.7。在整个促餐投资的部分来看，过去我们高雄招商都是数百亿。那在整个包括这个财政部也颁发给我们招商卓越奖，但是韩市长上台之后，我们的招商却从数百亿掉到76亿，连过去的零头都不到。市政空转了2年，市民痛苦了2年，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不仅我们的市长满意度垫底，我们的高雄从过去进步的城市也变成退步。我想这个都是很多高雄市民在这几年大家共同的忧虑。高雄必须重新启动，这是新市长的责任。我担任市长，我一定会努力把过去的2年能够尽速的追赶我们市政的建设，把4年的建设做好做满。所以我会延续我过去在行政院防疫国家队的经验，提出4大优先：产业转型优先、就业机会优先、交通建设优先，以及我们常常在讲的空污防治优先。具体来看，桥头科学园区这个是串联未来高雄跟台南的科技走廊，我们会引进高阶制造、先进制程，朝整个包括我们产业的多元发展、产业的升级以及产业空间的重新布局。过去我担任代理市长的时候，打破了整个包括高雄港的围篱。现在，假如我有机会再担任市长，我会大力的
发展我们的亚洲新湾区，引进推动包括会展、邮轮、文创以及 AIoT 的产业园区。我在行政院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拟定的包括台商回台3大方案，以及打造台湾成为高阶制造中心。未来，假如我担任市长，我会把我过去在协助日月光、国巨、台骏等等这些高科技的产业，继续的能够加速的来解决5缺的问题。我想前几天我到台骏参观到合发工业区，我也见证了整个厂房正在兴建。未来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将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我也主张轻轨应该立刻动工，红线跟整个黄线的新建也立刻应该要赶工，来建构我们整个捷运的路网。国营事业我也会协调，按照市政府的进度，共同来解决空污的问题。刚刚2位候选人都提到高雄财政的问题，我想吴议员知道高雄财政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他找对了问题，但是却找错了对象跟原因。818亿的欠款是国民党跟吴敦义造成的，是国民党欠高雄，不是民进党。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积极解决南北差距的这个平衡。从2017年开始，总共4年里面，补助高雄的金额就高达1759亿。这1759亿，过去在6都的比较，是6都里面最高，也比100年的基期每年平均都增加100亿以上。所以财划法修法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在于台北市愿不愿意释出他的财源。所以吴益政议员应该跟柯市长好好的谈。民进党2次执政之后，我相信对高雄的照顾有增无减。未来我担任市长，我也会严守财政纪律，积极开源节流，利用2年的时间拼4年，让高雄市政大步迈进。我想这个是一个新市长他应该要努力来达成的目标。现在进行第2阶段发问人发问。首先，请第1位发问人郑纯茂理事长发问，时间1分钟，请发问。3位候选人午安。这2年，路平似乎成为最热门的议题。优质的公共建设是市民认同城市的指标。常年在争议不休、不合理的采购合约、过时的工程预算、劳动不足的氛围下，民间建设团队难以贡献专业能力，城市建设无法与国际接轨。但是，政府施政团队似乎较重视量的政绩表现，而缺乏追求高质化、永续建筑的恒心与毅力。为了让高雄更美丽，市民更幸福，如果您是市长，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谢谢。请李梅珍候选人回答，时间5分钟，请回答。谢谢我们郑理事长的提问哦。那您的问题的确非常的重要，那大家都很重视哦。那其实这讲到我们一开始就像你讲的路平、灯亮、水沟通。一开始路平、灯亮、水沟通，大家说不是这是基本市长应该做的吗？可是民进党执政20年，就如您讲的，为什么连路平都做不好？所以我们的基本功，路平、灯亮、水沟通，未来我还是会持续的延续。那理事长谈到产业的部分，其实高雄讲来讲去都是需要钱的问题。我们钱如果没有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这些最后，我们还是要谈到我们高雄有负债3300亿的问题，里面除了有像银行的举债，也有包含了劳健保等应付账款。
法定公告债务再潜在的债务总共就有3300亿，这么高的负债，让高雄每年利息就要花了21亿。各位市民朋友，我们税金什么都还没做，就要把这个21亿利息花出去，大家能够接受吗？至于刚刚理事长提到的，有一些像我们在路平的部分，有一些合约上一样是这样子铺路。其实我之前也问过我们的韩市府团队，一样的铺路，为什么铺起来却是不一样呢？先举例，我们像小港的那一条路，为什么以前大家都知道，经过的时候总是坑坑洞洞，可是韩市府来了之后，把路平铺得非常的好，一样是铺路，为什么前市府就做不好？其实这要看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水沟如果没有通，水沟如果塞住，水沟如果会淹水的话，再怎么铺路，路还是会铺不好。所以还是首先要解决我们水利的问题，然后再把路铺好。因为只要淹水的话，路还是一样会烂掉。所以很多事情是看当市长的要不要做，是不是有注意到这些问题？那刚刚梅珍讲的高雄负债这么多，到底是怎么来的？像历届市长苏南成举债408亿，吴敦义73亿，谢长廷595亿。陈菊市长1035亿，虽然陈其迈先生短短代理市长也借了119亿，借这么多钱到底都花去哪里了？我们高雄的基础建设为什么连这样都做不好？要降低负债、改善财政，大家都知道财政收支划分法，连陈菊当市长的时候也不断的争取。陈其迈在100年曾经强调，应将财划法的饼做大，并将现行中央特别统筹分配款由4%降至2%。他当了14年的立委，1年半的行政院副院长，从来没有看过他为财划法发声，实在令人非常的遗憾。那其实有在6月又接受访问说，改善高雄的财政不能只依赖中央的统筹分配税款，这和以前讲的话完全不一样，这样对吗？这样对得起我们高雄的市民吗？那刚刚提到的，光是路平、灯亮、水沟通这个部分，未来我希望在高雄我们的基础建设一定会重要，一定会把它完成。这一次韩市府来了，大家才注意到这些的重点。基础建设才是我们高雄市民想要。高雄市民非常多人在骑摩托车，如果连路平都做不好，我们高雄市民想要的生活，最简单的生活，难道市府都做不到吗？所以未来理事长讲的路平、灯亮、水沟通一定会持续的延续。接着，请吴益政候选人回答，时间5分钟，请回答。谢谢郑理事长。我记得李世川副市长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他来这边，他对厂商都不认识，所以说他的发包的厂商发包的价格都跟以前一样，可是为什么品质就不一样？这是内行人听得懂哈。那我想路平跟水沟通，这是一个城市基础的一个工作。我觉得韩市长在李世川的领导之下，这个部分得到很多市民朋友的肯定。当然，这个要继续做下去哈。但记者在问我这个时候，我还说不只是这个，高雄现在还不够的是人行道的拓宽，因为人行道不够宽，大家走路不方便，树木就没办法种树，树穴就不够宽，树穴不够宽就会遮到广告，居民就不喜欢。所以，如果路够宽的话，我们可以树穴可以种大一点，树可以长得更好。现在极端气候，整个温度37度、38度、39度，连米的40度，而且中研院早就想了，可能过几年高雄根本没有寒假，没有冬天了。那所以说，整个城市的降热、热岛效应，整个城市的建设都要有这样的思考。那包括自行车道，前几年在陈菊的任内，我们在议会推动得很好，高雄成为亚洲的一个模范城市。可是这几年都不见了，也没有优化，又缩短。那包括轻轨那一条港湾线，本来是世界很好的一条自行车道，也不见了。如果能够担任市长，一定重新检测所有的市区的自行车道，
还有整个人行道，怎么样去让更多的树木能够让这个城市降热降温，这是我要做的。第二个，荷兰的建筑师常来我们高雄那我们也常去荷兰考察。有一次一个建筑师回来说，我们都已经很熟了跟市政府官员跟我们议会直接讲，好朋友讲话卖假搞，高雄 is very ugly， 高雄很歹啊，是安怎？安尼发令是安怎？安尼起厝公共建筑还是市民的厝卖无够水，这是安尼发令。我们的建筑师在年轻的时候，建筑系同学每个都像艺术家一样呢。为什么进入这个社会，怎么每个人都被官员、被这些法令绑得累得像一条狗一样？我们的创造力从哪里来的？我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城市美学，我觉得是一个市长更重要、更重视怎么建筑师。所以我认为建筑师以后高雄所有的公共建筑全部按照政府采购法最高标准，不杀价，让这个产业从业的人员在高雄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不管在政府、在民间，这个才能改造城市包括我们的交通、公车，有一年世界大众运输年会，不只谈安全，谈 BRT， 谈轻轨，他谈的主题叫做 sexy， 性感，要让这个公车、大众运输喜欢坐、喜欢等，而且是一种流行时尚。怎么样让城市能够使用大众运输？这个是一个很多从美学的角度，这个市长要有这样的一个美学，以人本交通的一个思维。那最重要，我想城市不管是建筑、交通，整个思考，包括路平，包括滞洪池、安全，都是整体的所以极端气候里面要美学，又要安全，又要一个减热，这个都是整个一连串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在议会，我曾经提过，都是高雄绿建筑自治条例，让建筑的屋顶可以装太阳能。都是我们议会跟高雄市政府有理想的年轻的公务人员，我们一起推的，不止改变了高雄，全台湾中央都来高雄。本来是我们要去突破，后来他们来我们这边学习。我觉得很多创新都是从城市开始。市长如果有这个概念，那个这走得更快。这是我过去这几年一直在学习，18年来每一年我都到世界各国最好的城市，不管是环保，不管是交通，不管是文创。不管是各种经济的考察，我把全世界最适合港湾城市、工业城市转型的城市，每一个案例，毕尔包、巴塞隆纳，每一个跟高雄很接近的，我都去学习。所以高雄这几年进步的一些大家如果认为高雄有一些光荣感，前几年其实是我们跟很多高雄的公务人员很年轻、有理想的，跟议会不分党派，当然陈市长也很支持，让我们高雄有这样的改变。但是，刚才讲的财务，他刚才讲的财政的改革才需要，那个是立法院的职权，不是台北市要让利啊。我猜你这立法院这遐济改那是立法院的职权啦，不是市政府的职权啦。大家说明，谢谢。请陈其迈候选人回答，时间5分钟，请回答。谢谢郑理事长。郑理事长在高雄的建筑界可以说是享负盛名，因为郑建筑师他所盖的房子是坚固又耐用，又不会偷工减料。路平的问题也是一样，要把道路铺好，除了说你必须不管是在从整个施工、监工到整个养护，你都必须有一整套的 SOP。刚刚李议员特别提到说，这个路平，总共有20亿的预算，可能李议员不清楚，20亿里面有12亿是中央来做补助，那达到60%。为什么中央要补助高雄来做路平？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高雄的人口比台北还多，道路或者是我们的面积，土地的面积比台北多了11倍，所以面积那么大，但是我们的预算有限。就会造成很多在整个道路的一个品质上，因为你的工程造价跟整个你的预算的一个规模受到限制。所以我假如担任市长，第一个我会先建立整个从施工、养护到监工的 SOP。施工的部分，高雄有很多大货车，因为我们是工业的城市，那有大货车、大卡车在小港前镇等等这种我们的路面整个道路的一个品质，应该还要再强化，采用刚性路面或者是
加强整个道路的结构，所以必须在整个特殊的路段采取特殊的做法，来强化整个道路的兴建的品质。那在监工的部分，我想未来我也希望说，能够由副市长来组成一个路评监督委员会，包括民众或者是我们专业的技师团体，那以及我们整个市府的政风处，大家共同来监工，让我们的道路品质也能够同步的来提升跟把关。道路的养护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想刚刚吴议员也特别提到说，他去了很多的国家，我就以东京为例。他们包括整个道路的养护，包括夜间施工，包括整个道路的养护的 SOP， 他们都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做法。所以我假如担任市长，就道路的养护的这个部分，我也会拟得非常清清楚楚，把整个 SOP、整个路评的 SOP 全部都建立好，然后就按照我们的 SOP 来施工。我市长，我也会争取更多的预算来改善我们城乡的差距。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建筑师跟所有市民的一个参与，没有错。在这几年，我想我们在营造业或者是我们的建筑师的朋友，在共同参与整个城市的美学，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譬如说缺工的问题、工资上涨的问题，以及这个物料的成本上升。所以，当你的整个包括政府采购法相关对于这些物料、材料等等这一些的物价没有提升，你当然不可能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会以品质来作为最高的一个要求，在整个包括未来的招标里面，设计师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不管是设计、监造的费用，也应该同步来提高。因为我们跟其他的国家来做比较，我们从设计到监工，我们大概只有4%到5%，其他的国家光是设计费用就有可能是高达9%。所以当你在整个城市的一个重大工程推动的过程里面，我们一方面一直压低这个底价，然后二方面我们又没有足够资源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我们公共工程的品质就没有办法改善。所以我想担任一个直辖市的市长，他必须兼顾到整个财政，包括以及整个公共工程的品质。那更重要的，市长必须盯紧每一个市政建设的脚步。大家常常笑我说我是政策控，没有错，我是政策控。我在行政院在参与国家防疫队的过程里面，我几乎从头到尾没眠没日，紧盯每个防疫的细节，那也赢得世界很多国家对我们台湾防疫成绩的一个肯定。市政建设更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市政建设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关心到人民的生活。作为一个市长，必须苦民所苦，也必须能够在关键的市政推动上，必须展现无比的决心跟魄力，来推动整个公共工程品质提升。同时，直辖市的市长也必须能够跟中央一起以合作代替对抗，来争取更多的公共建设的预算，按照我们土地面积跟人口的一个比例，来同步提升我们预算的规模。我想这是直辖市市长应该要做的事情。请第二位发问人张来川理事长发问，时间1分钟，请发问。3位候选人好，在本市登记立案的身心障碍弱势团体有68个团体，这些团体呢，大部分都是由家长或热心人士所组成的，在经费及社工的人力不足下，他们的经营非常的困难。请问，你若是当选市长，有什么办法来照顾这群弱势团体？谢谢。请吴育正候选人回答，时间5分钟，请回答。谢谢张理事长的提问，这个也是高雄长期以来每个社会团体碰到的问题，不是没有空间，是没有钱，不然就人不够，都是靠企业跟很多志工支撑起我们的社会福利的一个工作。我们社会福利支出大概1年占高雄大概305亿，占差不多2成，仅次于教育经费。那坦白讲都不够，那这些怎么办？当然根本还是拜托，还是
一样吼。我想中央为什么这个统筹分配款如果没有做这样改革，所以这个是要立法院，不是别个都市讲台北市买牛的问题哦，这是立法院职权，行政院甲立法院爱解决这个问题。我等一下提出我的解决的办法哦，就是讲中央要统筹分配款，要重新再更换，让我高雄市愿意赚钱，我赚钱我可以留下来，我赚越多钱，中央也分越多钱，我才有能力，而不是薄薄欠无钱，搁中央请钱，中央也无爱插你这件头。所以说，我现在在高雄市的现在的经济规模，我觉得有第一个可以做的就是，高雄穷的只剩下土地啊，土地盖济，空间盖济。所以说，至少第一个，不管是既有的建筑物或空地，如果有弱势团体需要经营，免费甚至1块出租，因为现在地嘛空的啊，你是咧倒做的呢？政府没钱，要不你买空间顺便钱。我觉得这个是社会资源的运用吼。这是一个第一个可以做的哈，第二个就是志工人力哈。我提出一个包括张理事长也提出的食物银行，就是让社会的闲置的一个多的资源，怎么去帮忙这些弱势团体也好，或者帮忙这些志工。那这个弱势团体也是一样哈，包括残障的其他整个，我们怎么用让社会的闲置资源去用？我提出一个高雄币，其实高雄志工币就是这个逻辑。我们有10万个志工，高雄有1200万小时每年。这有登记的哦，没有登记的更多哦。他们是免费在为我们高雄服务。那如果说我们高雄呢，每年补助9亿到10亿给公车，运量保证买9亿10亿的空位，没人坐啊。轻轨到处8万亿，起码第一阶嘛没人坐。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已经做的、已经买的、这么买单的东西资源，转换给让志工免费搭乘，让大众运输可以带起来，让志工可以取得这些点数。这些点数，伊若无去坐。你买在交停车位，然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刚刚讲的面包店，他也可以来参与啊。礼拜六晚上8点以后没处理，你买在有现在志工用这些点数去交换，这样不断的交换政府的资源、社会的资源，把闲置的人力、闲置的资源，包括生产过剩的这些水果，我们不要让它丢掉，不要滥卖，我们用这些志工币把它买回来，交换给所谓这些的弱势团体。怎么样在循环经济，让弱势有效性？怎么再去循环，不断的循环？这个就是我之前提过高雄币的一个缘由。所以说我希望有3个阶段哈。第一个就是统筹分配款，还是要立法院跟行政院，现在执政党是民进党，请他一定一个起码关系做好的吼。我甲讲一下，拜托一下，统筹分配要改，这个不改吼，高雄永远散摇摇啦。第二就是讲高雄各有足侪土地个建筑闲置的。怎么样盘点一下，让志工、让我们社福团体，包括弱势团体，包括长照机构也不容易经营，让这些资源能够不要在经费上、土地、建筑的资本财再伤脑筋，这是第2点。第3点就透过理事长所推的食物银行，跟我们所推的高雄币，让这样的社会资源、政府的资源不断的提出交换，包括那些，我这个也是高雄的所谓金融科技园区哈。我跟台北的这些懂这些虚拟货币的，他说他目前为止在台湾听到的最有水准的就是高雄币、高雄志工币，他们愿意下来研究，如果政府要做，我嘛甲新麦甲民生讲一下，这后跟阮高雄的代志，阮做伙做，赚的钱拢是阮的社福团体赚的钱，拢阮高雄市民。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整个社会资源能够活络起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高雄币也是一种地方货币。可是那是讲买礼券感官，我要来高雄，我买，我底下钱，可是底下老，这个都是促进我们高雄经济的一个概念一个创新。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志工币，我们也希望引进到高雄来，让那些年轻人对这全球化的东西，能够高雄让他实践，我们支持他，让他开始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解决我们环境的问题，也创造另外一个新的高科技的一个行业。这是我们所努力的也希望接下来可以我们大家不分党派一起来做，谢谢。请陈其迈候选人回答，时间5分钟，请回答。首先还是要感谢张来川理事长过去不管是在跟高雄市政府合作推动这个食物银行，或者是对于弱势团体以及弱势家庭的一个照顾，是非常令人感佩。没有错，就诚如刚刚张理事长所提到，我们的这些身障团体大概
有68个，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60几个的团体。那我们的慈善会呢，总共有大概120几个我们的这些慈善会所以一方面是一个在资源的需求跟资源的一个供给，所以当市长应该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我未来担任市长，我也会积极来整合，包括我们的慈善团体跟我们这些家长所组成的这些我们这些身障团体，在整个服务资源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媒合。那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在高雄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身障团体，其实他们碰到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有一些是资金的部分，那有一些是在整个技术或者是在整个资源媒合的这个部分，他们没有足够的一个资讯，所以必须有充分的一个平台，借由这60几个这些我们的家长团体，或者是跟我们这些慈善团体，总共120几个能够充分的对接。假如能够直接媒合这些团体的对接一个认2个或3个，那我相信这些有效率的资源平台的一个整合，就可以大幅度的来解决我们有关我们这些需要帮助的这些弱势团体或者是身障朋友他基本上的一些需求。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高雄是作为一个直辖市，在这几年确实也存在整个县区跟市区不平衡的一些问题，尤其偏乡地区，它在社会资源的一个取得更加的一个困难。所以我假如担任市长，我会更关注到整个原来高雄县区偏乡地区在社会福利资源的这个部分能够加速的整合。那自然而然在整个资源的配给的部分，我也希望说能够增加更多的预算，或者是增加更多的人力，那也更积极的来媒合我们这些偏乡，或者是在我们这些偏远地区原来县区的这些社福团体，它要提供基本的足够的这些照护的这些功能。那我担任市长，因为市长同时也是生权保障推动小组的召集人。那我当选市长之后，我会立刻的来召开一个社福的高峰会，我会邀请包括我们的高职总跟社福总，所有的在第一线实际了解问题的我们的社工人员，大家一起来整合我们这些社福资源，让需要帮助的人可以得到更需要的资源。我相信市长他的工作，他除了说必须争取更多的中央的补助之外，那让资源能够更有充分的利用，这个是绝对必要的。刚刚吴益政委员也特别提到说，统筹分配款是立法院的事情。我刚刚已经讲过，在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光是从106年，所有各项类型的补助，包括统筹款、一般补助款、计划型补助款，在106年是727亿，6都第一；在107年是732亿，6都第一；108年715亿，6都第一；109亿高达785亿。它的预算的规模，假如以100年639亿来看，已经足足增加了140亿以上的规模。那换句话说，从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非常重视解决城乡差距跟整个南北失衡的问题，几乎每年平均都增加了100亿的一个规模。所以没有错，跟中央并不是说关系好就能够争取到预算，而是在于整个对于平衡南北差距。地方你必须跟中央对于国家整体的经济建设计划有充分的了解，你也必须了解到说整个国际政经局势的一个变化。我在行政院，不管是在推动这个大 A Plus 计划，吸引国际大厂来台投资，或者是台商回流3大方案，大家都看好台湾。我担任市长，我会健全我们的一个财政，吸引更多的国际大厂来到高雄投资。所以，不管是我们高科技产业的先进半导体制程中心，或者是我们高阶制造中心，未来用产业来带动经济成长，创造更多的税收，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分配更多的资源来照顾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达到一个平衡公平的社会。请李梅珍候选人回答，时间5分钟，请回答。谢谢张理事长。照顾弱势族群这个部分，我会透过老青共居来照顾
高雄的青年与社会弱势的决心。那对年轻人来说，房屋经常是起跑点的一个负担，迎亲共居的社会宅可以让他们用轻松的价格来入住，而入住的银发族老人家就可以跟青年在一起，有陪伴跟帮助，这样世代和谐共好的画面，在高雄是越多越好。那未来迎亲共居也不一定都要由政府来新建或改建房屋，政府可以做媒合的角色，让闲置空间还有多余的房间。长者提供地方，然后租金低廉，让年轻人可以去使用，这样彼此照顾也是思考的方向。其实老青共居的社会住宅，1楼的公共空间，我也会规划多元的服务设施，包括社会局的长青中心、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及西极巷弄长照站，来提供年长者的供餐，促进那个长者的健康活动等服务。那其实讲到我们这个弱势，就会想到妇幼。其实对妇幼及青壮年的夫妻来讲，养家赚钱其实不会含苦，但婴儿及老人的照顾，这些常常让年轻人感到压力非常的沉重。社会上的晚婚、不婚、少子化现象多，这些都和现在这种现象都是有关的。推动0到6岁生育一条龙的政策，从妇女怀孕、分娩、坐月子到2岁以下的托婴补助、保姆辅导，3到6岁的公共化幼儿园增加，然后准公共化幼儿园强化这些数值等，来达到完整的照护。推动全台首创的守护未成年怀孕少女的珍珠计划，我们还是会持续在各地方设更多的珍珠小站，发展社区养老、育幼、托婴共同照护的体系，设法把老幼婴的照护体系集中，减少照顾者的困难与不便，发挥女力。未来在市府女生的比例也会大大的提高。其实很多高雄的民众，包含就是许多的台湾人，跟张理事长一样，非常的有爱心。未来我们也是会对企业来募款，然后还有庙宇也是都喜欢回馈给社会。在这个部分，看怎么样我们来资源整合，到时候也可以跟张理事长来一起讨论。那刚刚讲到这些，最后还是要回归到高雄真的人事开销非常的大，包含社会福利这个部分，其实人事成本都已经占住高雄的财政哦。那高雄每年的总预算1300多亿，看起来很多，但是其中以人事费的支出，经常门就占了83%左右，所以每年可以用来建设的资本门也只有200多亿，更何况说用来做社福哦，所以只有200多亿做建设，怎么拼得过台北呢？所以台中，我们一定要严守财政的纪律，实施财政减债，做好开源节流、组织整并、支出控管，降低经常门的支出，这样资本们才有更多的钱来做这一些事情。接着，闲置土地开发利用来改善我们的财政。刚刚吴议员也有讲到，闲置土地的开发再利用，可以促进我们的城市发展，也可以让市府增加收入，改善财政。接下来争取财政收支划分法，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财政收支划分法、财政修法是在民进党执政已经喊了20年，现在高雄立委也几乎全部都是民進黨的，立院也过半了，应该赶快修法，将我们的统筹分配税款的营业税分配比率由40%升至到50%。那刚刚有讲到，其实弱势大部分许多在原高雄县就是偏乡，未来怎么样缩小我们的城乡差距？我们一定要先从教育做起，然后加强交通建设，拟定均衡发展的整体计划。从教育做起，教育是是翻转的关键，让县市教育的资源如何来分配均匀，要加强偏远的山区，不分山区跟市区，师资跟硬体的建设，对弱势家庭更是要予以全面性的关怀，加强交通建设。其实偏乡最基础的交通基础建设，其实要重视，我们要透过公共建设与友善的环境规划。请第3位发问人
杨宜华院长发问，时间1分钟，请发问。3位候选人好，我要请教有关老人照顾的议题。高雄市目前65岁以上老人约有4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6%，而且以每年2万人的速度在增加中，所以老人照顾是很重要的议题。高雄市阳光普照，民情淳朴，很适合养老。只是目前高雄一共有900个里，可是却只有330个老人关怀据点，很明显的是不足的。如何让每一里都设有据点照顾长辈？如何打造高雄市成为高龄友善城市？进一步的开拓银发企业，而吸引年轻人来高雄市创业定居。请问未来的市长给市民什么样的愿景？请陈其迈候选人回答，时间5分钟，请回答。谢谢杨宜华院长。杨宜华院长在我们高雄的圣公医院担任院长，我是道明中学毕业。那圣公医院可以说是在我们高雄也是经过认证的高龄友善的医疗机构，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同时也兼做 A 级的长照中心。这一个问题其实杨院长是在实务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也点出了我们现在整个包括老人医疗跟整个高龄友善城市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假如担任市长，最重要的是必须来解决整个预算的问题。那长照的预算从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长照的预算是50亿。后来在今年我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我们的长照的预算是增加到400亿。那未来也会每年增加到600亿的规模。那这600亿的规模有2大目标，一个就是建立这个日照中心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学区都有一个日照中心，那能够协助我们的年纪大的长辈可以在地养老。那第二个呢，我们就必须来加紧建构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的失能的状况严重，所以你必须进到我们这些住宿型的长照机构。所以总共有8区，我们要赶快建构，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日照中心来补足。那另外有9区，我们在所谓的这个住宿型长照机构，所以我必须去整合这些跨区的这些服务，然后再搭配这一些我们所谓的小规模多功能的这些日照中心，或者是这个刚刚杨院长所提到的社区关怀据点，或者是我们的西级巷弄的长照站，这样才能够完整搭配整个我们长照的机构的一个部分。那我在行政院的时候，我也解决了一项问题。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我在同样的这个地方，我们也特别关注到说长照人力的不足，所以在我到行政院工作，我们就加快的在这2年来补足我们长照的人力。所以高雄长照的人力的需求是6200多位，那我们现在已经补足到6000位，还有200位的差距。那这100到200的这个人力的差距，不止应该，假如我们在能够跟所有的高中职或者是我们的护专等等护理学校、大学能够充分的合作。一方面，我们在行政院推动，包括让整个照护人员的薪资平均提高到38000，时薪提高到223。那一方面能够有更稳定的收入，那一方面我们也媒合这些相关的偏乡地区，因为这个照护能量的这个不足，或者是在受教育的机会减少。年轻人不愿意去到偏乡，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所有的照护的能量能够再增加。没有错，刚刚杨院长特别提到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长照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这个照护的这个能量提升，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它产业化，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高雄。高雄除了天气好，我们的医疗资源也相当的丰富，所以像
圣公医院在做的部分，它就是从包括医院，然后在急性的病人，包括亚急性到整个慢性的长照部分，能够做一个无缝接轨的一个嫁接，从现在现行的大概90%，可以提高到这个增加更多的嫁接的比例，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医院能够来进行整个包括长照资源跟整个我们的老人医疗的无缝接轨，这样就能够来解决我们在整个医疗产业所碰到的一个或者是我们在长照产业能够把它更加紧的、加速的用民间的资源来进行整个长照的一个照顾。我还是必须讲，长照的这个工作，它其实也必须整合中央跟地方的一个资源，因为地方没有错，因为我们的财政的僵化，造成在整个预算的一个编列上，我们有很多都是在于经常门或者是人事的支出占据了我们大多数的一个预算，所以市长他必须用更灵活、功能性的财政手段，包括说引进民间的资金，来共同投资这些社会福利资源。这个也是我过去行政院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做。怎么做？包括我们这些寿险基金，是不是可以参与更多的社福事业跟公共事业？那这样借由民间丰沛的这些资金来投资我们社会福利，有更好的一个产业规模，自然而然就会有更多年轻人愿意加入我们整个友善城市老人照护的行列。请李梅珍候选人回答，时间5分钟，请回答。谢谢杨院长，梅珍当市长一定会落实照顾高雄的青年跟社会弱势的这个决心。那老青共居，我刚刚有讲了，就是其实照顾老人，未来各社区的长照，我们一定会来加强，然后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及西极巷弄长照站，这刚刚美珍讲过，还有提供老人的公餐、健康促进活动这些等服务，我们未来一定会来持续加强。那现在因为人体结构的老化，人口的减少或者是外移，有的也退到别的地方。那高雄的低薪，工作机会少，产业不够多元化，造成青年逐高薪而北漂。所以人民加薪的目标，我们要让高新科技产业、高新服务业来进驻，并引进新的旗舰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只要有高薪，创业有资金，这样人潮才能回流。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像我们现在的人口数已经比台中还要少。那因为台中有台积电投资7500亿，创造了5000个工作机会，可是我们高雄却工作机会越来越少。说实在的，高雄现在不管做什么，其实都是需要中央的协助，给我们经费、跟建设等等的支持。而陈其迈先生当了14年的立委，也当了行政院副院长。那高雄人给你这么多机会当官，应该要好好的替高雄争取很多，但奇怪的是，怎么都没有为高雄争取福利。我先举2个例子来说，第一个是高铁南延路线，苏贞昌院长去年说高铁要南延到屏东，但路线可能采取对高雄毫无帮助、倒退路的左营方案，但是最期待的高雄方案，也就是走台铁路线进来市区，在高雄车站有3铁共构，然后再从凤山到屏东，左营站到高雄站约7公里，这个长度跟从台北到板桥差不多。那南港到台北2.7公里，台北短短的距离就可以设南港、台北、板桥3站，高雄设2站，应该不过分吧？明知道这个案子对高雄最有利，却不敢为高雄来争取。后来还说高铁南延要从长计议，要尊重各专家的评估，不是高雄市长说了就算。那这样怎么对得起高雄的市民呢？那高雄有需要很多大的建设，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退了2座国民运动中心，为何不阻止？陈先生说要做10座国民运动中心，但是过去中央曾补助高雄建做两座的国民运动中心，民进党竟然把这样的补助款退回去，这件事情难道是忘了吗？如果不愿意想起来，我帮你复习一下。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中央计划权在
在全国补助设置国民运动中心，当时核定了小港、苓雅各一座，但是当时的民进党把这个经费退回，不再推国民运动中心。为什么现在又说国民运动中心有多好又有多好，要做实做？既然这样，您当年为什么不要劝民进党不要退回中央的经费呢？中央现在已经把这个经费收回去了，现在已经没有中央补足经费，要做国民运动中心就要花自己的钱。高雄财政困难，现在要做实做，到底钱要从哪里来呢？那高雄现在港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产业空洞与经济低迷，产业结构转型太慢，还有长期的重化工业的重症，空气污染 PM2.5 一直高居不下，人口结构老化，人口减少，财政赤字非常严重，负债3300亿，这样子的高雄，我们要来挑战，其实当市长未来就是要挑战这一些。大高雄是以工业为主的经济活动构成的都市，有78%的产值是制造业贡献，仅提供30%的就业机会。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可着重在下面3点：第一特高雄自由经济贸易特区，松绑开放好进好出跨国公司；第二，金属材料、石化材料的高质化；第三，主力工业钢铁、石化、造船、游艇、中间工业、观光、农业，还有农业的外销、物流的流通等。然后新兴工业，未来数位文创、绿能环保、航太生医，还有会展的 MICE 体感。请魏正候选人回答，时间5分钟，请回答。高龄化社会进度非常快一下就15%，我记得刚当议员都才10%，那而且越来越快，我们到了2026就20%，这超高龄。那现在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高龄化80岁，平均如果80岁的时候，我们跟全世界各国，不管是日本或北欧，我们的寿命居然跟人家一样啊，台湾了。可是很不幸的是什么？我们的平均死亡的卧病跟死亡的时间，在台湾可能4到7年平均，北欧2个礼拜。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是用健保支撑，让他活得再躺在医院躺着长，不是健康活长寿，这个才是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让我们的老人现在都退休65岁，联合国讲的，现在人比较早减20岁啊，所以讲80岁看起来60岁啊，90岁看起来，我刚瞧一个阿桑90岁，加一个看起来要60岁，那就他的高龄，但活动力很强，我们怎么样善用？我妈妈88岁现在刚好在圣公医院长照，然后他在以前10几年前70岁的时候60几岁，他还在当志工，当了10几年，他也到圣公医院去帮忙。但是我们如果上次看到瑞士有这个瑞士所谓的时间银行，现在年纪大的65岁退休，他也许没有工作，他愿意去帮忙照顾别的老人，那我们可以时间银行，大家都会讲，可是政府就不做啊，网络都有啊，你也可以去看啊，荷兰去考察都可以啊。为什么我们可以做？为什么不做？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让志工、让老人家去照顾更老的，他做的志工可以留下来。这个时间，等到换老的时候，他的志工时数可以用。我妈妈现在那边1个月或者3万几块啊，她在屏东嘛喜欢田猪搞2万多块。我们有5个兄弟姐妹，我们现在是小康家庭，还可以支撑，还1位而已。如果今天有父母双债呢，家庭小孩1个呢、2个呢？光负担要7万块啊，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都要提早要来思考。第二个，我还是讲的，高雄有很多的空间，所以说高雄的空间怎么样提供给真正专业的在做长照，也一样用1块钱来出租，让他们来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时间跟空间的一个运用，那包括桥头很多农场、台糖，老人喜欢动嘛，你让他们关在内底，伊嘛艰苦，照顾嘛艰苦，他喜欢种东种西，你为什么不让他善用这种空间？这是我一直对这个的看法。第二个，还有县区他们要求可能期待就是说，因大康来门啊，
那有时候看一个医院，还要等因囡仔吃头路，得该请假，该靠钱，无法全勤。如果我们政府把这个长照交通在内门、旗山整个把它建立起来，就减少年轻人的负担，这个也是一个长照的一个一环。那包括很多的长照，我们希望他政府来补助碧宇圣公医院。我那天看到，我就很想说，那个空中屋顶为什么不变屋顶花园？听说有做一半，那为什么不全做？政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绿建筑基金，可以来给不只是圣公医院，包括我们的民生医院。因为老人可能希望走一走当然更健康，当然可以到农田里面去种植是更好的。那我再还是提到的是民生医院，之前高雄本来要把它放弃掉了，3年没有起来就把它放掉，3年没有急救，医生剩不到10个，薪水不到10万，高雄市政府，我要求他把它改成说，因为一个老人医院的一个需求。所以把它救起来。现在高雄医院的民生医院，它能够恢复它的营业，也有我们的急诊室，那也能够往长照方向在走。旁边还有个停车场，大概3000坪，又有轻轨。我们也是希望民生医院在做一个私立医院也在长照这个政府的机构，赶快来补足这一个设备的不足。还有最后一个合作社，就说有可能我没有工作，我要照顾我爸爸妈妈。那如果有合作社，政府也愿意训练，给我经费，我也可以同时照顾邻居。这个也是一种合作社的一个共同在解决，帮忙照顾老人的照护。想东想当想胖啊，可是怎么现有的人力、现有的资源，怎么样去穿梭、去运用？这是一个作为一个市长，这块讲真无外高，经济项概论就会晓啊，免读到朴书，免读到硕书。经济学概论初稿念一念，就怎样被他运用这样的资源。这是我对老人长照以上的回答，谢谢。现在进行第3阶段结论。首先，请陈其迈候选人结论，时间5分钟，请发言。我想还是要先回应刚刚李议员的指教。假如说李议员那么关心高雄的建设，那为什么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在立法院却是反对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呢？那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就以高雄来讲，我们不要讲这些重大建设，就是路平专案就补助了12亿元。假如中央没有支持，跟中央以合作代替对抗，怎么样让我们的高雄能够在这一波的全球产业供应链转型的过程里面，一方面跟中央合作，那2方面我们也解决企业厂商的问题，来全面发展经济呢？中央政府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包括我们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预算，捷运就补助了1400亿。计划的核定就是我在担任副院长的时候来核定这个计划。桥头科学园区，中央政府也补助了将近在桥头科学园区准备运用我们的科发基金的预算，要投资400亿。更不用说大林埔，总共的预算的规模大概1400亿，中央补助我们高雄市的预算达到589亿。前镇渔港来发展我们远洋的渔业，也总共在我行政院也跟苏院长跟农委会我们共同听的专案的报告都听了5次，我们把计划的规模从原来的40亿又增加到50亿，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兼具观光跟我们远洋渔业的母港基地。我想，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不管是对中央对于我们高雄建设的补助，对高雄未来成为南台湾整个产业经济发展的龙头，具有坚定的一个承诺。我就是来执行中央对高雄坚定承诺的候选人。我想，高雄已经浪费了2年的时间，也空转了2年的时间。每一次，假如说我回到高雄，经过五福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亚洲新湾区没有任何进展，也听不到任何的好消息。很多的高雄人都跟我一样，真的是很可惜。为什么这里不加快脚步来解决这些问题呢？同样的，我在行政院，我每天几乎在解决各县市在台商回台等等这些投资方案里面碰到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我都心里一直挂念的高雄。各县市的招商一直拼命的往前冲，我们解决了南科3期的土地。那也增加了很多的这些工业区来解决企业的问题，但是其他的县市招商成绩上来，我最挂念的还是高雄。我们
赶都来不及了，怎么有时间在这里停顿空转呢？所以我3天2头就找科技部跟内政部来协商整个桥头科学园区。我希望说能够加快脚步，在明年年底就能够选地建厂，让我们的桥头科学园区能够带动产业的转型，让我们的产业转型，城市变成一个高科技的城市，能够美梦成真。我想这次回来参加市长的补选，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新市长他的任期其实只有2年。所以新市长必须用2年的时间，把4年的市政建设把它追回来。前些日我到高雄各地不管是跟市民朋友拜访，他们都告诉我，你的选情大家看好，但是投票率可能会很低。新市长背后假如没有足够的民意基础，我相信未来在议会蓝白合作的架构下，推动市政一定会碰上很大的阻力。高雄人1年投3次。我想，我跟很多的年轻朋友一样，我们坐高铁回来很辛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香港现在不能选举，台湾其他地方没有选举，全台湾、全世界人都在看高雄市长的补选，是不是有新市长、有新民意能够推动高雄的建设？我承诺，我带领的市府团队，未来一定不分党派，在地优先、专业优先、用人为台，只有高雄队。没有卖团队，我服务的市民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不会区分党派颜色，一视同仁。不管你过去有没有投票给我，不管是蓝的、是绿的，只要在我们高雄生活，全部都是高雄市民。高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家园。有人嘲讽我一选再选，也有人说我选高雄市长像一场苦练。我必须讲。这一路走来，真的像极了爱情。8月15号，我要拜托大家踊跃投票，出门投下神圣的一票，让我们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拜托大家，谢谢大家。请为正候选人结论，时间5分钟，请发言。谢谢。我从参选到现在，刚刚听现在第一次跟3位我们另外2位我们一起讨论高雄的问题。其实真的核心问题很重要，是财政问题。刚刚我听陈其迈先生所提的，我到现在为止，我念过财税，我念政治。我那时候帮高雄市政府，我们那时候我审预算的时候，怎么放到我们的预算，怎么劳健保欠400多亿，还被健保局查封。我建议那时候陈局市长，你联络高雄市的立法委员，不分党派提案，因为劳健保本身是归全国一致，是全国一致的事情，不应该由地方付。我就提出来，结果陈局市长就按照我的建议去做，到时候结果由郭文成立委提出来，半年就通过。那个如果没有修过啊，60亿啊，60亿，县市合并变90亿，高雄市要付90亿，到现在9年要付810亿。这个就是立法委员的责任，这个就是市长站在高雄的主体性，一个专业怎么样跟不同政党去合作的案例啊！我当议员我就可以做这样的建议啊，这是专业问题啊。我们觉得我们高雄的立法委员，不管过去现在曾经有做过，所以说高雄要解决我们的财政问题，一定要立法委员，一定要市长跟立法委员合作。那现在你们是最大党，如果你不做，讲的这些都变成我们要去要，我要去申请，这些钱都是中央的钱，都来自于地方啊。我们交给你，全世界有米兰，现在米兰还有威尼斯，等嘛，我们独立吧，财务独立啊，都跟高雄一样，缴了钱很多，赚一点点。今天我们这个税收如果不改的话，你知道吗？已经把桥头工业区来一堆啊，做增加100亿啊，高雄市能增加多少钱吗？统筹分配款2700万啊，伊那1000亿，一年1000亿，高雄给我这2亿7，你那10个桥头工业园区，税拢中央收去啊。统筹分配给我说，一条好不？一条是10个1000亿呢，2亿7，我高雄欠3300亿，除以2.7，爱行122年，我的税款开，个新的谈多少长照、交通、路平都还没算呢，我还债要还122年，统筹分配款是执政党不可或缺的责任。这是我真正甲陈其迈建议的，这是我甲你建议好意，你大家拢有可能做高雄市长。拢爱解决高雄的问题，这中央若无改，大家拢做歹做的啦。我毋是去遮讲中央要分偌济，互我给我100亿，
我若叫我来讲，按着陈菊讲唔对伊呢，按陈菊出来回，陈市长还出来回。前几天上一个月，我问杨明洲市长，马其林行政院排的代理市长，我问他是不是欠818亿，他说对。那你为什么要发文去要？他说要，伊唔知发不，我唔知，伊唔知发不啦，啊你有收到无？我唔知了哈。第一个还是统筹分配款哈，那我希望如果能够当选的话，一定希望拜访各份立法院党团，比照德国分税制。赚的钱一人一半，这样中央又有钱，我也有钱，我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不用去求人家。第二个，成立气候变迁小组，城市有副市长，要推动城市包括干净的能源、城市的绿化、绿色交通、永续科技农业5大领域，让高雄成为低碳韧性的国际示范城市。这个也期望桥头工业园区为什么要跟中期有机农场要研究并存？现在的工业园区要零排放、低污染、用绿电，这个方面你都还没有提出要求，我都还没看到。我也希望陈其迈先生在推动桥头工业园区的时候，也注意气候变迁大家所谈的问题。现在不是追求 GDP 的时代，起码追求幸福、贫富差距、整个空气污染、环境的整个幸福永续是跟 GDP 一样重要的。现在的时代跟过去不一样。第三个，我也是希望高雄，我们是工业城市，能够转型为高雄的设计之都。以左营眷村招募了1000位设计师、工业设计师、建筑师、行销、网络行销、电影专才，这些2年的计划，因为这是2年的市长，让高雄成为一个提供快乐、有趣的工作，让他们来协助我们高雄的传统产业，提升参与城市美学的改造。包括我也提到高雄市议会改造为整个国际金融科学园区，因为你看爱沙尼亚，他们本来大学生只有1万块美金，10年内可以变成4万块。就是参与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软体，不是做硬体哈。最后，我也想跟市民朋友讲，今天早上我也跟气爆的会长陈冠荣，我们过去合作解决赔偿的问题。那后来因为政治参加不同政党两个说感情不好意，但今天伊接我用议政，你也跟我做回来，我们有共同的过去，我们一样要面对共同的未来。我们一起努力，祝福高雄。请李梅珍候选人结论，时间5分钟，请发言。各位市民朋友，高雄曾经是台湾最热门、最有竞争力的移民城市。但是我这几年来观察高雄出现的一些变化，让我来跟大家说明，民进党执政的观念是什么？3分制市政，7分派系的家天下心态。民进党抢夺国家资源、政府名位、国营事业毫不客气。民进党的派系个个又肥又壮，但是高雄的经济却越来越差。市民连最基本的生活3要素——阳光、空气、水都做不好。民进党不但让高雄人拍碳价，连呼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干净的水都做不到吗？民进党怎么还敢操端呢？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大力推动火力发电，最后害大家变成用费发电。韩市长任内大力改善高雄的空污，去年空气品质良率达76.4%，平均改善10%以上。未来梅珍会持续推动空污减量，工业锅炉改用天然气，奖励电动机车，提高公共运输搭乘率，加强取缔污染源。秋冬时火力发电厂的降载，让高雄市民拥有更好的空气品质。在此，我要跟大家报告我的4项软实力。第一，让市民喝好水，水是市民的民生必需品，不应该是高雄人不可承受之重。高雄没有干净的自来水，街头超过2000家的加水站，排队买水成了高雄的奇景，这不是应该要有的好的城市的现象。当市长以后，会成立喝好水专家小组，并比照台北市的做法，成立高雄市自来水事业处，加速管线汰换，提高水质。此外，我要在学校还有医院设置公共空间设置大型的逆渗透饮水机，以1校1机、1院1机，让学生及病患都能喝到干净好水。接下来，我要推动蓝姆酒产业。
全球的烈酒市场消费达12兆台币，这是很大的商机，产值直追半导体产业。我们不要污染，以兰姆酒来说，原料是甘蔗，那我们高雄刚刚好有优质的甘蔗土地跟技术。如果高雄能占有全球10%兰姆酒的市场，每年就有500亿的收入。梅珍当选市长，会在2年内完成兰姆酒产业的制定工作跟立法工作，把高雄的经济注入活水。大家都知道，金门有高粱，宜兰有噶玛兰，相信我们高雄一定也可以把酒庄、酒乡做起来。第三，要力推会展3支箭，让高雄的观光再起飞，雄冠全台，让世界看见高雄。高雄展览馆曾被寄予厚望，但是无能的民进党却让它1年有240天是蚊子馆，这真正让高雄人就万谈呢。此外，我要用会展3支箭来为高雄的会展产业找出路，透过会议加观光的模式，带动外来人口的消费。其次，我还要把高雄打造成大型精品的常展基地，建构常展的聚落，创造在地的工作机会。高雄的庙宇非常的多，我也会结合高雄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来推动我们的宗教会展。第四，建设高雄为软体智慧城市。高雄是重工业的城市，我刚刚讲了，我们实在是不想要再污染了。未来必须迈向产业的转型，硬体建设让高雄付出很大的社会成本，又赚的没比别人多。未来我们要推动软建设，多赚智慧财、小型自媒基地、中型新创基地以及大型软体公司的进驻。我们更要吸引国际投资，把高雄建设成世界影视跟软体产业的智慧城市。以上就是梅珍提出的4项软实力的重点说明。市长选3号，幸福来报道，创造高雄的3赢，让米梅珍当市长。我会邀请吴益政当我的副市长。至于陈其迈先生，我相信蔡总统绝对会有更好的安排，这样我们3个人都可以为高雄打拼。3号赢，高雄会3赢，票投3号李梅珍，高雄一定赢，加油！谢谢。高雄市第3届市长补选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3位候选人已经依序发表完毕。感谢各位收看。这次高雄市第3届市长补选投票定于8月15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从上午8点开始到下午4点截止。行使选举权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请大家踊跃投票，并请携带国民身份证、印章和投票通知单，并且佩戴口罩，到指定的投票所投票。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神圣一票。最后，敬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你靠，迄个营养好无？我开始买落啊。没有，他不是。
们分开负责。有其他的，对对对，报一下我，但是我没有问，他们有问3个，对。那其实就不一样。可以讲。这个比较有，其他都。有人交给赵玉姐。所以问了他有人会玩。问阿爸这题目是
OK 了吗？好，那继续来。好，因为想请教，就是觉得今天表现如何？刚秘书长好像觉得差强人意，有努力空间。这是第一次，时间短，所以准备的时间也比较短。那所以我会在进步中求成长，这是第一次。那您是不是因为有人说你一直看稿念，像个读稿机？你怎么看？就是我准备的很多，我很急着想要跟市民表达我的观感。那因为准备的资料很多，所以我就会一直想要表达说我想要跟市民表达的。那当中因为好像还有口误，就是讲成台中，就是让大家听得一头雾水。您自己有注意到吗？可能有时候太紧张是口误。那您自己就是因为像第2题跟第3题的最后结问都是那个有重复的，有人觉得是不是因为准备不足？第2题跟第3题，因为最后还是回归，因为第2题的回答是老人嘛，那老人其实我在上一个的时候刚好有讲到，只是再加强一下，因为我不知道第3个委员他问的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我就再加强一次。我刚刚说要找那个吴益政当副手，然后陈其迈、小英自有安排这个部分。我觉得益政跟他是一个非常好，他的政策跟我也蛮相似的，所以我觉得我们2个如果未来在高雄市，我当市长，他当副市长，我觉得未来高雄市一定会变得更好。不好意思，我再请问他一个，因为刚刚那个副院长说一路走来像极了爱情，那你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他说像极了爱情，像极了，就选战一路走来，他觉得像极了爱情。那高雄就是我唯一的初恋，谢谢。OK， 好，谢谢大家。大家好。觉得还好，就是一开始稍微紧张一点，那就是大概对政策我们比较熟悉嘛。如果政策那部分应该有86、88吧。刚刚那个李梅生说要邀请你当他的副手。我好久，人要帅才能被吃豆腐哦，已经我还做过吧。那我觉得梅珍的，我觉得如果认同梅珍的，如果还会到现在会认同梅珍的，大概都会认同我。那我希望支持梅珍的吼，包括支持陈其迈。如果说你原来支持他的，听我们的政策的说明，如果你用政策来决定我们的市长，我相信你会把我做第一优先。而且我们是不分党派吼，
我们对一个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那我们只要是好的人才，我们都愿意使用。包括说现在不到2年嘛，2年多，那因为我们高雄市在这18年，我不管是韩国瑜市长的幕僚，或者是陈菊市长的政务官，有那一些人才，好的人才，我们都知道就直接就上任了我们就直接调任，就把现有的市政府的一些好的官员直接就可以调上来，不分党派大家来为我们市民合作。而且我一个人习惯了不会分不怕议会是蓝多绿多我觉得我都可以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所以一定会把市政这2年会做得很好。那特别我今天也跟大家报告，没有跟大家说明是早上9点，我也跟陈冠荣自救会会长，然后一起参加，我们两个，他约我昨天他说陈其迈有约他去气爆公共艺术那边走，他回想一下，觉得他在这个事情，那在8月1号这个纪念日，他觉得他应该要再约我去一次。其实我们最近不太好，因为他后来他知道我们过去感情很好，我们一起共事，面对气爆的后面的整个赔偿，整个建设。我们都一起努力走过，但后来因为政治因素，我这一次参加民众党，他前一阵子参加激进侧翼，那在政党我们有一些看法彼此会给乖那我也很难过他在脸书上呛我，那可是他昨天主动打这一通电话给我，我非常感动。那我觉得我们一起走过过去，那我们也面对我们高雄的问题。我们不管是属于哪一个政党，不管，我觉得我们高雄人就是高雄人每一个政党，比如说我跟民众党，其实我都在教民众党认识高雄，高雄的问题怎么解决？我相信我们的主体性都要有，不管你是参加激进侧翼、时代力量，或者你还留在国民党，或者已经像国民党的民进党，我相信还有很多热情的年轻人，不要忘了，不管你在哪一党，能够站在我们高雄的一个主体性。我们一起合作，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今天在这里再次我也希望我们市民朋友对一个气爆的案子，一定要把前后都理清楚。那真的有不对的，我们再去纠正。那不要忘了，还是整个对一个受害者的协助，它还在进行中。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城市的重建，包括大社工业区，还有整个灾区的台铁那一块土地的重划。我觉得那个对整个气爆区的整个重建、心灵上、空间上非常重要。我请大家也给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关注这个议题，不要气爆，都只是当做一个不同政党的一个对抗的一个议题这样对我们高雄是很大的伤害。那因为你刚刚是指出民众党跟柯市长不够认识高雄，因为民众党本身就是一开始从北部下来嘛，他在台北市政府，然后立委本身不分区，就是张其禄高雄他懂。他比较懂但是我比很多人懂了，这不是说人家不懂，是我比较懂，因为我们做18年嘛，对高雄这医院我们很投入，所以我们的很多政策、很多想法、面对的问题，我们都愿意跟大家分享。不管是民众党，包括民进党也是他虽然执政很久，但是还是都是我们在互相交换意见的。不要说我教人家了，但是他们也很多好的政府官员，我们一起合作，包括国民党，我也跟那些。国民党的议员也希望他们能够多回到政策否则你会失去方向。对高雄的政策会失了根。除了扣老关系、基础原来的支持者，没有办法跟年轻人、跟新一代的市民对话，这是国民党目前在高雄市碰到的问题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好，谢谢。撤了。
没人要问。我想还是交由市民来打分数哈，我就尽力的准备嘛哈，希望能够向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我的政策跟我的施政的理念啊，来让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认同支持。这次还是大部分都在阐述自己的政绩还有自己的政见，到最后一刻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是有什么样的考量讲出那段就是攻击国民党的话？什么东西？就是反批对手的话，这样。哪一句？反击，就是针对立院国民党团的部分。说什么？前瞻。因为我过去在行政院工作的经验跟在立法院嘛，所以对这个整个预算的流程，跟整个预算的审查程序，跟这个中央地方的这个政策的结果，我是比较熟了所以政策还是其实应该尤其在产业政策这个未来的这些大型的这些国际大厂的投资。中央必须跟地方能够充分合作嘛，那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厂商来高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手的表现，你会觉得他今天都是在看稿面？我是自己就是做任何事情，我是一定很努力的哈，即便说过去在中央或者是在立法院地方服务的一个经验哈，所以我每一个。政策在这个我只要读过我一定要把它记下来那其中包括长照或者是在整个公共建设跟产业，这个过去我在行政院就有很多在协助推动的部分譬如说长照，在人力或者是在预算的编列到整个地方在做长照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我是在行政院就负责在协调。所以我会比较清楚不过还是我就是应该算缺点了就是什么事情我都一定要准备到最充分这个是我的不好的个性。因为不知道提到3300亿的负债有网友对您就是爆出说这其实是历任市长累积下来的，不是针对您的部分。不是针对什么？不是您任内就是在您的时候。其实李议员有一些事情他并不是那么清楚的举了很多的数字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这个民进党，其实跟很多是跟事实是不符嘛比如说中央对高雄的一个补助，假如加总这个统筹款、一般补助款跟计划性补助其实在蔡英文总统这几年几乎都比100年做基期的这个各项补助每年几乎都增加超过100亿以上，这个可能他对这些数字不清楚那另外，我想我就是认真准备了这个有人也许这个文不对题或者是说引用一些数字或者是跟整个事实不符，我是觉得比较遗憾。讲到象棋的爱情，好像非常心有感触，因为我是网络，我是都自己有在看对网友的意见我都有在 follow 了那一天是因为在拜访，又忘了不知道有一个年轻朋友说你说我的选举像苦练那我又滑手机又看到象棋的爱情，觉得还蛮有感的，有打到我，所以我就
今天早上的时候就稿子里面稍微加了一下，因为最后还是希望说能够有机会为我自己现在的家乡服务。好，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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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好，谢谢大家，收到，谢谢啊。